飞燕出田园，金可飞燕出田园。为何唔喜爱呢？做乜嘅？做乜嘅唔喜爱？你听你到底用办啊？用办人希望，论起文采，根本就唔输人；论起品貌，楚天人根本就胜过了你。想不到你聪了尽失，名浪孙山，心中就唔甘心，就唔甘心啊！你们过来，是啊！鸳鸯。阿爸只是越老越糊涂了，就是爱去上意，既然无通爱爸就走提去，要爱用办真好嘞。父亲啊，已经走，没奉命去走太进口进士吗？用办有去吗？就让顽皮回来了，我自己去请那个米虫吧。你常有钱多嘞，真是我要走太吧嘞。你常才入门，你去有将他，佢切我行入来。哎，父亲啊，你付什么个东西呀？我给民虫为切个行路给嘞。天底下就也种个民虫啊？这我都堂看啊。是有呐。东床嘛，大家床会唔会走路啊？你傻丫头啊！哎呀，父亲，你起身5年呀！我嘅乖闺啊，不瞒你说，为何方便去走太阳嘅军事，我就持足主张咯，前去东床来，我都相中一个健康嘅军事，相貌堂堂。
不过你的母亲过世了后，为咗你的终身大事的担忧啊，现在终有了。我嘅5岁神仙，临时公文弹光贤，凡夫俗子不应言，难为良善人丰年。父亲啊，慢讲5年爱嫁嘅呀，奴家很后生，莫结到死呀。哈，你冇见到死啊？难道你要做老姑婆啊？哈哈，你放心，阿爸既然我要帮忙你签一个财貌送钱，但是呢，我哋中国人嘅意思，让你自家去挑选，等下你就扛在两后头扛。这父亲应该。然后我呢，夹夹去两后。晓得啦。係。今次大家光临，说得婚纱封闭盛会啊！哪里发？相爱初日仕途，唐嫂太人判案公正，一问唐嫂，乃申诉百姓承托，妻子想要来拜你为师，不定也意思呢。今世人品出众，又是才果不掉，来那所用于做学生，乃是本府的福气呀！那堂上这位恩师，学生拜过恩师啊！呛气，来一时不明想问啊！学生生意供堂，你可有支持我？老师啊！少年那来郎啊，天意那来知马蹄，归期呀来放啊，来立志来攻啊，来痛啊，春枝啊来香啊。干嘛来望啊笑啊，来迎风啊来争啊。一言说来，你为钱支持么？哎呀，学生为有支持呀。那你真好，我有个心光的你，但是两万经上的财货名。我可以才貌送钱，不短意，希望一亿以外参加联谊么？老师啊，天作啊，来知啊，来合啊，天色啊，来修啊，穷金啊，来补啊，来栽呀，多些话来要啊。不去来骗啊，看啊，送笑啊，来求啊，万圣啊，来过啊，来盼啊，来满面啊，来笑啊。家恩师不欺欠咯。哎，现在该吃不挨八个呀？错，多谢岳父太爷。对呀。
天娘啊，来了。婆婆，你犯的好事啊！天娘，日日去人来看，看天眼有转来也无啊？天眼当家就被得逞了呀！哈，转来，唔看佢照眼叫，多見一種假仙就冇轉來，唔知會發生乜嘅事情冇啊？婆婆，你莫擔心，天眼佢正經當家就得逞來了。哈。发生乜嘅事情？啊，冇啦，婆婆，你讲你有所思也有所梦，迄婆婆你想听到了。婆婆，你莫担心，错啊，饭菜我也全煮好了，你加减只会洗的呀。啊。楚太娘啊，楚太娘啊！天人进来了，就叫人家开门啦！睇看，开门！来胖姑啊！胖姑，抢！多车多车！哎呦哎呦！来！楚太娘啊，有天太嘅消息，天太嘅消息咯！哎呀，你没经常的做生意咩？啊，错！有天人的消息咧么？嘿呀，太娘，跟俺要去看榜单哦，俺该天然记呀！有嘅呀。
太阳啊，跟nhà cái thiên nhiên啊，你要非常嘅富高，跟那些你普通百姓做的健康之界，跟係天意啊，冇再定咧，個天氣啊，就像30暗部這個電一講，定唔到啦。凤公，你到底對佢講乜嘅呀？天然佢可有錯過呢？錯噶！啊！你啲講乜嘅？難道你就真嘅唔知nhà cái thiên nhiên kỳ？佢用把你講啊！哎呦，唐說啦！地府就是為東床，一閉上枝頭上天然嗬，佢真係嘅負心漢。相信你以後一定會飛黃騰達啦。多謝我父啊！唉，佢哋行一路來，教我再遷走啊！有條個小鹹水，我哋弄到水來止渴。我父請問，冇愛用你好需要，你自己通書，本小姐為你服務啊！是個麻煩，來自家來去。順便來洗面洗鼻涼啊嘞，你就提下去等就好。曉得啊。哎呦！小姐啊，非常失礼，你可有受傷啊？啊！小哥，黑女。
平安乐来问你，太爷，你哪个回事了？岳父，夫人，你唔错人嚟啦。啊，太爷，对啦，是俺认错人了。监视，请问阁下是哪一曲监视啊？本科新科进士楚天元，请问两位客？乃这位天元的母亲呐、哦，我这正是楚天元的妻子刘艳娘。